讲道题目是持守无畏的信，咱请郑牧师。所听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身为恁的牧师，身为一个讲道者，我常常咧问我家己讲，一个基督徒上重要的功课到底是什么？所听的姊妹，你敢捌问过你家己？在我的人生中间，我所需要听见的生命的功课，对一个信息是上重要。基督徒所需要最基本的信仰的功课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一直在问我家己，我嘛斟酌咧回想，我对细汉读到今仔日这本的圣经，伊怎样讲到对我生命有造就性，袂当无听见最基本信仰的功课，敢是诚实？敢是良善？敢是高人民人？敢是一生敬畏上帝？敢是愿意一生过圣洁的生活？所听的姊妹，咱来到教会，特别是面对读经、听讲道的时，咱愿意听到什么种生命的信息？今仔日咱要读的圣经，就是咧讲起人咬喙焦，毋是因为无饼通食，无水通啉。人咬喙焦，乃是因为黑暗的世代听袂见上帝的话。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伊的慈爱，用伊的祝福，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人民的话。咱要领受圣经进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进入你的礼拜堂，伫你的圣殿，阮看见阮所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对恒恒，特别对台中的家生，甲因两个查某囝，以及所有阮三亲爱的兄弟姊妹，阮伫礼拜堂来求主你祝福，也求你亲像天父，将你的智慧，将你对阮人生好的造就、圣洁的话来对阮讲起，阮要静静听。就亲像今仔日以色列的国王亚哈，伊问伊的先知米该亚，伊讲愿你对我讲上帝的话，主求你也对阮讲话。阮伫你的面前邀请圣神。将上帝的话讲给阮听，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听上帝的话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咱的生命会通日日老练，长大成人。听上帝的话的意思，就是会当帮助我成做一个生活伫上帝光明道路中间的基督徒。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来听圣经的话，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使徒，伊对伊的囝儿提摩太所讲，都要持守你阿嬷、你的妈妈所予你的信仰，坚持真实无虚假的信仰。愿上帝感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来建立一个传承信仰的家庭，将上帝予咱的信仰传予咱的囡仔。今仔日的旧约的圣经讲到一个真特别的世代，咱对诗篇较熟，特别是圣经的旧约中间，咱多数人对诗篇拢是上熟的，因为诗篇有真侪祈祷的诗，嘛有真侪学老的诗。咱检查到对旧约的历史、旧约的先知书就较无遐熟，牧师讲道嘛较少讲到这部分，因为我拢会对照新约甲旧约。新约甲旧约，特别是旧约中间，较常常伫圣经新约内底受引起来读的，大概多数拢是诗篇、以赛亚几本册。咱伫今仔日，咱会当来对旧约的一个真特别的人，叫做米该亚，
伊是一个先知。这个人伫历史的记载顶悬，伊无什么特别的花俏。该简单来讲，伫所有的先知中间，伊算是一个最低调、最安静、无经过新约技术的一个人。但是伊伫旧约的圣经中间，伊最特别互人纪念，就是伊讲实在话。就亲像保罗讲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米该亚就是这个人。所以拄则恁咧读圣经的中间，毋知咱有注意到，迄个国王足不爱看到这个人。伊讲，这个人伫我面前讲话若毋是骂我，就是甲我咒惨，无讲一句好听话，袂甲我拍马屁。王明明知影这个人所讲的话是实在，但是伊甘愿互另外400个先知甲伊骗，因为伊爱听好听话。这就是一个人性。这个世间的情景，人多数拢甘愿互骗，听好听话就好。所以今仔这个圣经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。咱伫人生的中间爱知轻重，爱知是非。愿天父上帝对咱来讲话，因为整个圣经的历史4000年前到今仔日，整个历史讲的人性，甲人生所发生的代志。无分犹太人甲台湾人，无分古早甲今仔日，一再咧重演。所以圣经是一本信仰的历史，但是圣经嘛是一种人性的写照，人生的写照。伊会讲到咱过去、今仔日甲将来。愿上帝帮助咱，这做一个有上帝的话通造就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先知书中间有一本册，伊是最后旧约要结束的迄个年代，大概主前公元前第5世纪400几年，阿摩斯伊讲一句话，代表以色列有一段真黑暗的世代，就是先知迄个时段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人咬喙担，毋是无饼通食，喙担毋是无水通啉。乃是因为唔听上帝的话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，迄是好本的圣经的翻译。但是伊真正翻译伫白话字的翻译是甲伊讲，因为因听袂见上帝的话，唔听甲听袂着是无共款的意思。但是这段圣经的意思是讲，人喙焦是因为因听袂到上帝的话来喙焦甲要求，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一个礼拜，咱问咱家己，咱心内敢有较无想要明白咱的将来？咱的心内敢有较无？袂因为上帝宝贝的话，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甲咱三角地带，今仔圣经讲到3个人，一个叫做保罗，写批予提摩太。个另外一个就是伫旧约中间叫做米该亚，这个人甲以利亚是同迄个年代，咱对以利亚这个先知的名作熟，因为伊足够行神业，而且这个以利亚这个人是一生无死亡，伊最后临终的时，是上帝差遣天使，用迄个火车甲伊接上天，真荣耀的一个先知，手中真够祈祷行关灵，所以伊甲阿哈王的450个巴力的先知，伫遐车柄，伫迄个加密山顶悬祈祷讲，啥物人的上帝较牛？以利亚伊伫祈祷了后，上帝降火来接纳伊伫这段顶悬所奉献的。以利亚甲米该亚是同迄个年代的人，米该亚是一个足低调，伊无做真侪新约技术，但是伊一生只有重视上帝爱伊讲什么，伊就讲什么。所以当我读到米该亚这个人的名的时，我嘛仰望咱的教会，我嘛仰望咱的兄弟姊妹，咱是一个会晓得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咱是一个会晓得对咱的囡仔讲话，对咱的囡仔讲上帝的话的士大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所以当咱咧讲起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予咱世间人的时，
伫黑暗的世代，人听袂见上帝的话时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即个时间对圣经的话，咱有一个真要紧的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对我讲话。兄弟姊妹，咱常常来听候、克服，甚至埋怨。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开从来毋捌听见你讲话。但是咱敢捌想到上帝会安尼甲咱回答讲：戆囝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！啊，恁礼拜当中间敢有一本册，每个日拢放伫迄个所在，我的话就写伫迄个内底。戆囝，我早就已经甲你讲话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准备好势，静静来听，恭敬来听。所以今仔牧师送互咱一段圣经做恁的祈祷。大家透早起来用这句话祈祷，伊讲每一日清早，耶和华提醒我的耳孔，互我会通听见，亲像学生受教师，互我亲像受教的人，阮会当愿意能听的耳朵。阿们。将这句话送互所有的这青年，恁若要真侪有知识、有智慧的人，都爱静静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祈祷中间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对我讲话，也求你，互我听会明白。主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中，主将你的话放伫我的耳孔中，主将你的话放伫我的脑海，我的心思意念，想使我听会当听到上帝的心跳。求天父上帝，互我会当真正听到上帝你的轻重。你爱我明白人生轻重的话，所以先知米该亚以及提摩太，保罗俄罗伊讲：你煞接你的阿嬷，你的阿嬷，恁的家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族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所以保罗俄罗因的家族讲：恁的家庭是一个真实无伪，真实无虚假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记号。就生命上重要记号，敢毋是诚实嘛？可能诚实毋是上重要，但是真困难分割，什么是上重要？检查敬畏上帝是上重要，检查怜悯人是上重要。因为圣经讲，其中上大的就是听，但是诚实最基本上是基督徒上要紧的 DNA。生命的特质，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伫旧约中间的北以色列。圣经内底，犹太人分两派，北方联盟、南方联盟。北方有10个支派，南边有2个支派，所以北部的这个10个支派叫做北以色列、北以色列、北国、北国。南边是叫做南犹大，伫将近500年的时间，对大卫做王，一直到500年后伊的子孙，这500年中间，以色列的历史生活伫一个战乱战争。对所罗门以下，大概犹太人北国嘛有20个国王，南国嘛有20个国王，但是北以色列这20个国王。基本上荒淫无度，就是一个无圣洁啊！伫后宫花数百个这个妻妾，对什么人开始？对所罗门。圣经咱常常学到所罗门足够祈祷，咱嘛学到所罗门足有智慧，但这个人空有智慧，也要讲别人，不要讲家己。所以所罗门王到晚年，其实实在是得罪上帝。有700个伊的后宫内底，伊的太太，700个敢摆得平吗？这700个有人引诱伊开始去拜外邦的偶像，伊袂记得伊的祖先所敬拜以色列，所以对所罗门以下开始，一直到亚哈，就拢总常常心内有上帝，但是心中嘛无上帝。亚哈王伊的太太叫做耶洗别，耶洗别这个查某人是一个公主，
是腓尼基国王国。腓尼基就是伫地中海东边，大概今仔叙利亚这一带，一直到以色列这个迦南地这带的一个古早国王的王主公主。这个公主拜两个神，一个叫做巴力，搁另外一个女神。伊将这两个神一个介绍给亚哈王，就是介绍巴力给伊，伊家己拜另外一个神。所以以色列对迄个时阵，其实无互上帝欢喜。亚瑟别拜两个人，一个就是巴力，一个叫做亚瑟拉、阿瑟拉。这个亚瑟拉是一个女神，所以亚哈王有450个祭司神殿。这个女王亚瑟别嘛有400个神殿，一个女神庙，一个男性庙，其实是一个淫乱。伫迄个所在掌管生殖，你就知影，若甲生殖有关系，叫做双修共修。所以对自古以来，人类常常用家己的想法来创造伊的宗教信仰，上帝真无欢喜。所以这个故事，拄则牧师有甲咱复习，就是以利亚受上帝差遣，伫遐谴责这个巴力450个祭司。伫迄个中间，上帝表明伊极大的权能。甘伊的火来接纳以利亚所修的，所以伫迄个时代，南国甲北国因常常伫战乱的中间需要出兵，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米该亚这个故事，就是亚哈王有一届甲南方联盟、甲南方犹大国的国王联合，想要出去战争，所以伫要战争进前，因问神，但是咱犹太的国家的以色列的王。心中要有敬畏上帝，所以伊就问伊就这个南方的王叫做约沙法，约沙法就问亚哈王讲：咱除了问巴力的祭司以外，敢无咱的上帝耶和华的神殿嘛？是安那咱来去问当机，是安那咱去问倒头，是安那咱唔爱倒来问上帝。所以约沙法就安尼讲了亚哈王不得已就甲伊讲有啦，还阁有一个，伊无爱去找以利亚，因为伊的太太亚瑟别气到要死啊，所以讲还阁有一个叫做米该亚，所以咱通叫伊来问，但是我足不爱这个人，我足讨厌这个人，因为伊所讲的启示参悟伫圣经的意思就是启示，伊所讲的启示无一句是好话，较有影无好话，其实。若无合伊听，就是无好话。所以人性中间有一种的矛盾，有一种的迷惑是无合我的意，就毋是好话。所以连国王嘛安尼。所以伫圣经的历史中间所讲的就是歹的王甲假神殿人结合做伙，哇！这个国家就乱糟糟。歹的王甲假神殿人结做伙，就乱糟糟。这个人拢无好话。约沙法甲伊口劝讲。王啊，唔通安尼讲，唔通安尼讲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王不得已就叫伊一个官员去找这个米该亚。这个官员去找米该亚，找神殿的时候，甲伊讲：米该亚，你小可妥协一下啦。人450个巴力的神殿，人伊都拢讲好话。你等下去国王遐吼，你嘛为着你家己将来好，你嘛讲较好听的话啊。所以这米该亚去头一摆，那想咧甲伊讽刺，伊咪讲：哎呀，去啊，你一定赢。迄个王知影伊咧讲讽刺的话，伊讲：你什么时阵才要实在甲我讲正经的话？米该亚第二届就甲伊讲：我看见上帝坐伫荣耀的施恩宝座。上帝讲：我看见我的羊群亲像无牧者的羊仔囝。伊讲这句话了后，王的神殿就是带头去甲伊招来迄个神殿，假神殿，甲伊扇嘴皮。伊讲：你凭什么知上帝的圣神离开阮？你有看见吗？迄个圣神对一条路出去。伊甲上帝神殿米该亚扇嘴皮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米该亚是一个
今仔基督徒应该学习会信仰的老师，咱会信仰的前辈。请用阮我提醒咱列王记第22章13节的第一句，伊讲迄个叫米该亚来的使者甲米该亚讲，所有的先知拢讲好话，讲一种的话对王讲好事，你敢袂当好好我讲吗？米该亚伫迄个所在讲，我恩我的上帝救主，上帝若叫我讲什么，我就讲什么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，咱是恭敬来听上帝话，毋是听牧师的讲道。咱也知影，当上帝话被尊重，迄个所在要受祝福，恁相信吗？恁相信上帝话是带来永远的活命会开始吗？你相信，若是一个家族照上帝的话，迄个家族要到代代无尽，你相信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的奴仆恭敬地听，只求你对我讲话。所以伫这个所在15节，米该亚对王讲：王问伊讲，我通出去战争吗？米该亚笑笑啊，甲讲：会当啊，你去啊，因为你的身体敢无拢甲你讲好啊，有影的。但是国王知影伊是咧讲反面话，所以国王伫咧所在伊讲：我明明，我严肃，我真心中命令你，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讲实在话。所以米该亚是一个代替上帝讲上帝话的一个人。所以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到代代拢重视宣讲传达上帝应允、上帝教示、上帝责备、上帝宽免、上帝伊的律例甲伊的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米该亚安尼讲，我看见以色列正百姓四散伫山林，亲像无牧者的羊。耶和华安尼讲：这个无主人的人，因通逐个人平安倒去因的厝。这个意思足深。伊讲羊无牧者，这句话咱较容易了解。第二，伊讲因通亲像无互君王控制自由的人倒去因的家庭。因为圣经对起头就有讲起，独独耶和华做王。但是以色列人无爱耶和华做王，所以伊就甲上帝讨王，所以就讨着大卫，讨着所罗门，后来讨着亚哈，一直500年乱吵吵。所以圣经大卫才会讲，独独耶和华做王。所以这句话真深，大家人要受讨绑，真理要互人得到自由，人无搁再受控制，独独只有真理的上帝。伊家己要引出伊的百姓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无受到这个世间来捆绑，无亲像牛磺更鼻孔，戆戆拖来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有真理、有圣神的基督徒。所以米该亚最后，伊看到这个国王脸色难看，所以伊甲伊讲一句话：你着听耶和华的话，无论好话歹话，你着听。因为我看见讲这句话的耶和华，伊坐伫荣耀天堂施恩宝座顶悬。愿天父上帝也安尼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才做一个会晓听上帝话的教会。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祈祷。第一，求天父上帝赏赐咱顺风耳、千里眼，这是一个譬如啦。但是求天父上帝真正赏赐咱有一个谦卑的耳孔、清气的耳孔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祈祷，咱甲上帝祷告，求主你赏赐我有智慧的心，会当听见上帝你的话。拄则我甲咱分享的这句，就是写伫咱今仔日的周报金句。原来用这句话常常逐日透早困醒起来，主啊，
今仔日要发生好的代志。主啊，伫今仔日求你守住你的话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用以赛亚50章第4节的第2句，耶和华逐日逐早起提醒我，逐早起换新伊的稳定伫我人生中间。耶和华想使我会晓听明白，亲像一个巧巧的学生，老师讲什么，我就该记起来。愿天父上帝帮赞。今仔日的世代啊，对啊讲，唔对啊讲。今仔日的世代，唔知是要听啊唔听，唔知是听不起上帝的话，还是唔愿意听上帝的话，拢分不清楚。甲古早同款，人类的历史一再重演。今仔日的米该亚是伫将近2800年前，2900年前，以利亚、以利沙是大概2850年前迄个时代。古早的代志，今仔日有关继续的发生。这个国王一直对以利亚到亚利米，一直到先知最后一个先知结束。这500年中间，不但发生人欺骗人，人亵渎上帝，应该敬畏耶和华，却去拜巴力，甲伊的负责人，甲遐个女先知交结淫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静静听，检查上帝的话，听起来真严苛。所以保罗伫伊的批信中间讲，唔通消灭圣神的感动。你还会记迄句话吗？你的心内若有感动，你还问讲，这个感动是好的感动，还是歹的感动？若是好的感动，有可能带有责备，有可能代表宽免。咱爱欢喜听，因为唔通消灭圣神的感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西底家就是希西甲亚哈王派去找米该亚带头的这个人。西底家伊伫圣经中间有出现几摆无同款的人共一个名，其中今仔伫列王记22章24节，这个西底家。伊甲即个米该亚献出去，笑死人！上帝敢你家己独有？上帝敢有离开阮的家族？有啊！西底家甲亚哈王，因早心中都无上帝，因个毋知影。伊讲耶和华的神哪会离开我？兄弟，耶和华想事，耶和华冇官兵。收回，耶和华想事，耶和华冇官兵收回。上帝毋是无插代志，只不过就是上帝可能要个人民帮助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西底家这个名意思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工具，所以真好笑。这个甲米该亚先吹飞这个假先知啊，伊的名好亲像咧嘲笑他。伊是一个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的人，伊做假先知，个做甲他真的。哦，主啊，人民帮助我。第2个祈祷，我要邀请遐弟姊妹，真正看重咱家己的信仰。咱做基督徒是一个真荣耀，所以要活得像上帝。米该亚的名就是这个意思。米该亚的名甲米迦是同一个字的意思，所以米该亚这个名，米该亚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谁像上帝。所以今仔日第2个祈祷，咱要用米该亚讲：主啊，我要亲像米该亚，亲像米该亚，亲像你。我要活出上帝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活伫我的内底。所以我真做一个真正实际的基督徒，活出上帝的荣耀。主帮助咱，主真欢喜听咱的祈祷。伊讲恁就完全亲像我，是完全的上帝同一样。所以第2个，伫咱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应该家己立志讲：我要坚持不妥协，我要坚持不妥协，亲像米该亚。伫这个世代，我无要讲拍马屁的话，讨好人的，是唔对的话，讲敢若真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
保罗有这种的体会，所以米该亚离开了后，到伫900年左右，800几年，到保罗的时代，保罗真知影人性不可靠，人不可靠。所以保罗伫伊的批中间，罗马书第3章23节，伊讲世间人拢犯罪，得罪上帝，亏欠上帝荣耀。世间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。这个亏欠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缺乏上帝的良善。这个欠亏的意思就是讲光离开了。所以其实黑暗是无存在，黑暗是什么？黑暗是光离开。邪恶本身嘛无存在，邪恶本身是一个空的空虚。邪恶是什么？是因为人的心内无有上帝的良善，所以良善啊离开人就邪恶，光啊离开黑暗就来。其实黑暗是无存在，最重要是光伊的实质。上帝本身若是光，伊伫人的内底，人的生命就有光。上帝若是良善，良善若伫人的内底，人自然就良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第2个祈祷中间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看你的囡仔，揽你的囡仔，拥抱你的囡仔，陪你的囡仔。今日足欢喜看到家乡跟2个宝贝女儿，今日来做礼拜。牧师有一届伫台中。在逛街时，去看到家乡的查某囝大汉啊，伫遐咧工作，足欢喜。伊走来甲牧师讲：“牧师，我就是俊爷。上帝祝福咱，将来咱的囡仔要成做咱心中的安慰。互上帝的良善，就亲像罗伊甲尤尼基阿嬷妈妈将迄个信仰传互伊的囡仔提摩太。阿们吗？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家族，因为咱是属上帝的家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，伊讲：我感谢上帝，就是我刷接我的祖先。这是保罗。保罗讲：提摩太，你的家族是安尼的家族，我的家族嘛是安尼的家族。所以保罗讲：我嘛刷接我的士大人，用清气的心来服侍上帝。所以我的祖先和我这种的骄傲。提摩太，你买啊呢？所以提摩太啊，你是我的属灵的囡仔，我无结婚啊，我是你的牧师。提摩太，我日日为你祈祷。保罗就是这种的心意。伊讲我伫祈祷的时就想到你，愿你的阿嬷罗伊，你的妈妈尤尼基，因心内迄个诚实的信仰，伫你的心内长长久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提摩太保罗伫伊的批内底安尼写，伊讲我少年伫你心内迄个无假的信心。我是少年你的时，我就想到恁的家族是一个实实在在、诚诚实实的家族。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讲，你有一个好的阿嬷罗伊，你有一个好的妈妈尤尼基，我深信因的信嘛要踮伫你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嘛，主啊，这就是咱的福气。上帝要祝福咱的囡仔，互因比咱更加阳光，互因比咱更加奋起。这叫做力上加力，温上加温。所以保罗伫最后伊讲，就会记得我提醒你，你也会记得我去恁兜的时，我甲你梳头壳，我有甲你换手。保罗讲提摩太，伫你的妈妈尤尼基的厝，伫阿嬷的厝的内底。老师有替你祈祷，换手伫你的顶悬。上帝赏赐你的恩赐，要去怎样奋志，亲像火炉定心点互旺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咱，请甲了袂掉，活跳跳火热的信心，好吗？求天父上帝伫这个寒冷的天气，将伊火热的灵放伫咱的内底。最后，当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嘴，当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，上帝就要找见咱，亲像米该亚勇敢站起来。无论伊是国王还是宋乡人，伊拢讲实在话。米该亚袂讲伫亚哈王的面前讲一种话，
啊，伫遐个即做劳工做奴隶的，即下阶层的人，佮讲另外一种话呗。米该亚是一个讲同一样，对好人讲好话，对歹人讲宽免提醒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甲看守伫咱的心，讲主你怎样讲，我就怎样讲。主你的话，就是我脚前的灯，我路上的光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亲像米该亚，互咱亲像保罗。咱无一定爱讲话，但是咱人生的态度，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无论有人看无人看，拢有上帝咧看，对吧？无论有人看无人看，上帝永远咧看。所以是就爱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求主帮助咱。所以保罗有一个态度，伊无凊彩讲上帝的话。意思就是讲，伊无讲花言巧语啦。所以你会记得保罗讲：“我岂不是一个擅长讲道的人吗？我不愿意用委转、智慧婉转的话语，我不会用迄种专门咧甲人安尼烧耳孔的话啊。”所以保罗甲伊的学生提摩太讲：“毋通乌白讲上帝的话。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真侪祝福人。咱所讲上帝的话，互遥过的世代人得到满足。人咬喙焦，毋是无饼通食，无水通啉，乃是因为听袂见上帝的话。或者会记得，上帝是咧甲咱讲，你的囝儿需要听见上帝的话，安尼对毋对？咱的囝儿需要听见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世代到底是无愿意听，还是听袂见？咱为咱的教会祈祷，讲上帝求你互阮的教会，虽然关伫草地小小的教会，但是愿上帝你的话通过网络，伫云端的顶端，互最最枵喙焦的人，因通免费听到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毋免烦恼讲啥物人要听，但是愿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，就是一篇讲道。愿咱的生活本身，就是一篇无声音的讲道片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请会记得，今仔圣经米该亚讲，上帝讲，我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四散。亲像无牧者一样，愿天父上帝助接咱。咱今仔日伫这寒冷的天气中间，咱搁做伙来。阮今仔日透早咧穿衫咧咧准备要做礼拜时，阮就咧讨论，伫阮兜就咧讨论。今仔日多数的人可能会伫直播的现场参加礼拜，上好就是看被倒伫咧眠床顶安尼较烧啊，较温暖啊！但是今仔上远的，就是对台中道的家生，主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不搁再需要有人管咱，独独耶和华做咱的王。所以耶和华讲，这个无主人的人，就是讲因就是自由的人啊啦。独独上帝要做因的牧者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咱的生活，用咱的生命。将上帝表明出来，这就是替上帝讲话，用咱的生活将咱的信仰表明出来，这就是代替上帝讲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清气无瑕疵，上帝将真实的信心放伫咱的内底，直到世间的落尾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感谢你，你伫逐世代所做奇妙的事，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一个将近3000年前，阮的信仰的前辈米该亚，伊的故事今仔日
对中东来到台湾，对外面来到阮的心内。主，当阮听见这个故事的时，阮立志，你的教会要互你使用，你的囝儿查某囝要用因的生活来表明上帝你的话。感谢俄罗你，独独耶和华最王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